啊，狼牙山玻璃栈道。一天就知道吃啊，就知道吃。你还争什么你？你还争什么你？快走，走！别在这场子里面，这任何东西慢慢来，看到吗？再走一步，再走一步。对，OK。外蒙外面回走了，我这边回走，大哥，这忒高啊！哎呦，走走！哎呀，大哥你等着我，大哥！哎呦，走！哎，忒高，大哥我们下不来了，我忒。特播前往最火暗拍群社区，微信搜索 BQQ479，BQQ479，关注后即可免费进群。